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7号。这一期咱们闲聊几个热点新闻。大家还记得这个疫情之后，网上这个媒体突然刮起了一阵风，什么风？就是那种外卖小哥一年赚50万，什么北大研究生毕业收垃圾，年入200万，什么清华的什么毕业生回家养猪，还清了贷款，还赚了几百万。还有什么公务员下岗摊煎饼，一年赚多少？各种这种鸡汤，甚至还有媒体号召要脱掉长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新奇，都还想了解为什么大学生回老家到农村去承包土地种南瓜能赚钱，还有回去养猪的。后来慢慢的，大家发现这个恐怕仅仅是个宣传，背后的故事耐人寻味，恐怕背后的故事不能一一道来。后来网友就发现了，这种宣传集中出现，那更像是端上来一碗一碗的鸡汤啊，要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安抚这些失业的人。疫情之后，大量的人失业，每年上千万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找不到工作，所以这些宣传就应运而生，一碗又一碗的鸡汤。这个鸡汤还不是这个真正的老母鸡熬的，还是用的浓汤宝，廉价的鸡汤一碗接一碗端上来，网友越来越难以相信。最近这样的鸡汤又多起来了。首先前2天凤凰网财经、搜狐财经还有各个媒体报道，有个小伙35岁，自幼家贫，高中辍学后搬砖谋生。你没听错，真的是搬砖，在工地上搬砖，每日肩扛1000块砖，9年如一日，攒下200万元。标题就是35岁男子搬砖9年攒下200万。大家看视频。我是一名搬砖工，工作了9年，攒下了200万。这个就是我干活的，但是是别人拍的。这张照片当时是在砌砖嘛，就是瘫坐在地上。可能大家看到这种照片就挺可怜的吧？这种就按平方，也是计件式的，就你垒的多少是多少，你垒的块就多的，基本上是20多块一个平方。你一天砌到垒到30个平方，就是600、700块钱了。你平均干的话，能挣到1000多。你垒砖我都有垒2000多，接近3000个。是环境的产物嘛？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幸运的。小时候就是在农村里面我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我穿的那个鞋子有点那种女士的那种胶鞋嘛，后跟就没了嘛。我看到有女同学站在楼梯口，我不敢上楼，我就绕着那个副楼梯再爬上去，因为怕别人瞧不起我。在前面了，这就是我们村嘛。这是我家的老房子嘛，基本上我盖房子之前都在这个老房子里面生活。你可以去看后面看一下，全是泥土的。我小时候基本上住这边嘛，这个地坪是后来才砍的嘛，以前也是泥巴的。小时候就是在这里洗脸，这个屋里面经常小的时候上面漏那个雨这整个屋里面就是接的那个盆子就接5、6个盆子，全是接那个水的，根本就学不了一点。因为家里回来的时候，以前我们那个猪圈养猪经常我回来要干农活，要去扫猪屎烧柴火农活挺多的嘛。做饭，但是我奶奶在家里面，她老人家她一个带3个小孩嘛，因为留守儿童嘛，又带几个嘛，他们也都在早就在打工了。因为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幸运的，都是提前早就出去工作了我们小的时候，小孩子是没有什么开销的，像我们零用钱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的。记得有一年我爷爷给了我1块钱零花钱我当时我就觉得好少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的自卑，尤其是有点心酸。我就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拿100块、50块的压岁钱，我只有1块钱。一直就觉得别人学习好，那是因为别人家庭条件好，我家庭条件这么差，我是以后是肯定上不了大学，我是肯定读不了高中的。就这么多年工作下来，看见一些大学生靠知识改变自己命运的人还是想着这个读书虽然说不是唯一的出路吧，但是读书还是最好的出路。虽然说我自己没有太高的学历但是我就很
羡慕那些有知识的人，让别人帮我写了3副这个诗吧，这叫陋室铭、荀子的修身，还有这一个叫诸葛亮的诫子书。我就想让这个小孩以后记住父亲这一代这个小的时候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也希望他以后好好的读书，能够靠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嘛。以前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想过放弃，但是你放弃之后你又能干什么呢？其实折磨你的最多的是你自己的一种没有别的能力，你没有退路，你必须再次踏进工地做这一行。我出身社会的初衷，我要改变我自己，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我。我并不是一事无成，我要买我喜欢的车子啊，盖大房子，然后我还要买房子。我的念想情节是很重的。你要说那边的老房子真的是要被拆掉建别的房子的话，我还觉得很不舍，想让那个房子一直保留在那里。至少说在我从小的一个环境和这个从小的一个家庭条件，我没有让别人失望，也没有让我自己失望。你要问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我就是不想出去了，我就想在老家。看到这么漂亮的美景，表达不出来我现在心中的那份情感。这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个知识的重要性，我就记得什么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个小伙现在将四川老家旧宅改建为别墅，而且还买了自己喜欢的车。回望来路时，他感叹轻舟已过万重山。我无异于纠结这个小伙说的真还是假，这个都不重要。我们是关心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宣传。作为一个个例，作为特例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你搬砖9年有可能攒下200万，但是这个跟我们大众有什么关系？当我看到这个35岁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35岁的码农头发掉了，35岁的码农担心失业，35岁的码农一旦失业就找不到工作了，只能去开网约车，只能去送外卖。开网约车现在各地也饱和了。前不久咱们也做过节目，郑州、深圳各个地方都预警，建议大家劝大家不要买车去专门跑网约车，一天只有10来单，一天营业额只200-300块。但是有人就35岁，人家搬砖能攒200万。那这么说的话，码农你有什么好焦虑的呢？头发少难道就不能搬砖吗？对吧？你开不了网约车，你送不了外卖，搬砖总是可以的吧？人家高中毕业，搬砖9年，攒200万，平均1年至少攒20多万，攒20多万，也就是他赚至少30多万吧，一个月3万块。码农工资高一点的，平均的工资恐怕也就3万吧。35岁的码农恐怕在大厂那个月工资恐怕高一点。但是你想拿到手发到你工资卡上3万也不太容易，各位自己掂量，可以问一问腾讯、华为、阿里的这大厂的这些码农，35岁发到手能发3万，这不少。但是人家高中毕业，高中还辍学，高中都没毕业，搬砖抹墙，一个月到手3万。所以说按照这个宣传，码农你有什么好担心的？还有那些马上大学毕业的，你正年轻，身体正好，人家高中辍学，搬砖、贴瓷砖、抹墙一样的，9年以后能攒200万，能盖别墅。你比人家还多读4年书，你脑子还好，你凭什么比别人差？这个宣传如果说是偶然现象，说这个是凤凰网财经，还有说什么搜狐财经，纯粹是没事找事，没新闻找新闻。今天红星新闻又隆重推出38岁扛楼女工和丈夫6年还债50万，这回年纪又大了3岁，38岁，而且是女工，扛楼跟老公一起6年还债50万。这个确实有很多网友说，社交媒体上动不动就是多少个 W， 就感觉100万都不叫钱。你看看38岁扛楼女工6年还债50万，38岁扛楼女工走红，网友心疼，担心其身体出问题。本人说，正是出力的年纪，靠扛楼还债50多万，创业失败，负债100万女子靠扛楼还债。近日，重庆网友为38岁扛楼女工
拍婚纱照视频引发关注。红星新闻联系到当事人黄希月，他介绍2019年创业失败，负债100万，加入搬运行业。他能一个人扛上100斤，同丈夫担起400斤，扛楼6年，已还掉50多万外债。如今她和丈夫已有稳定客源，月入上万。有网友担心其身体，她称正是出力的年纪，能赚钱就挺好。看视频，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对吧？你推出一个35岁搬砖9年攒200万，我这来一个38岁女的扛楼6年还债50万，怎么样？一个比一个猛。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虽然你是女的，虽然你年纪比较大，38，没事儿，你该创业还可以创业，创业失败大不了去扛楼。这个女的创业失败赔了100万，扛楼还了50万，后面再扛下去债就还掉了。而今从头卖，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所以大家呀，大胆创业。你开个餐馆，你搞个加盟店，你开个奶茶店，也就赔个100万，赔了你再去扛楼，怕什么？你看人家有网友说，这些人都是想做自媒体起号，先来一波宣传，讲这些故事，完了之后有人关注，开始带货，这个咱就不管了，他是为什么这么干？但是现在媒体都这么宣传，多多少少有点降智。我在想，作为喉舌，作为媒体引导这种宣传，实际上是想把大家从就业难、降薪、裁员、经济效益不好、形势不好，从这种负面中引导出来。不要怕，只要你努力，哪怕你是搬砖，一样的可以致富；哪怕你扛楼，一样的可以发财。有那个较劲的网友，他就说了，那这样我还上学干啥？你看不上学你就不花钱，初中一毕业，高中也别上了，因为9年制是义务教育。你初中毕业，高中不上了，直接去搬砖，直接扛楼，扛个10年，财富自由，躺平，后半生就可以享受了。那扛了9年，攒了200万吗？你多扛一点对吧？你扛个15年，攒个300万，300万不就可以退休了吗？存银行吃利息。再也不受资本家剥削，再也不要去那个什么大厂上班996，效益好叫你兄弟，效益不好，你连兄弟的资格都没有。你看搬砖多好，不行扛楼，这种宣传管用吗？这个简直就是忽悠，把人当傻子忽悠。第一个是缓解大家焦虑，第二个就是把大家的目光从董小姐、从黄杨甜甜身上挪开。你不要老想着公平不公平，你还是从自身找原因。你有没有努力？人家搬砖都能赚200万，你干啥了？就你老想着那有的没的，这公平不公平？你老想着人家有没有走后门，你老想着人家有没有超近道、弯道超车、走捷径，你还是从自身找原因。你把长衫先脱下来，这样社会就和谐了。多做这样的宣传，也就是把大家从公平不公平上面引导开，把目光聚焦到自身。你有没有努力？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宣传，什么捡垃圾1年赚几百万，养猪赚几百万。前一阵子河南不有一个人大代表养牛，一毕业就养牛，你看多有出息！不要老想着找工作，对吧？没有工作怕什么？没有工作自己给自己创造工作。这个南风窗正好今天他也有一篇报道，叫这一高薪人群收入腰斩，说的是在上海的一个叫艾伦的年轻人，说艾伦在去年离开了金融行业，原因是收入太低。金融行业咱们一直说高大上，金融行业的自嘲叫金融民工，搬砖一样。艾伦离开金融行业，原因是收入太低。他曾在上海某老牌券商做分析师。作为上海本地985硕士毕业生，艾伦在2018年开始工作。这个985的硕士毕业，你想想人家高中辍学，高中都没毕业，这个是985的硕士。说虽然艾伦一入行就遇到了大熊市，但按照当时普遍的职业发展路径，券商分析师在工作2-3年后，年薪能达到40万元。你看看985硕士毕业，在券商工作2-3年以后，
年薪才40万。这个年薪40万，按照咱们刚才算法，你拿到手30万吗？你个税扣一扣，社保、养老一交，发到你卡上就是30万，合着跟那个搬砖的农民工高中辍学是一样。怪不得说那个金融民工啊，说5年后成熟的分析师可冲刺100万年薪。你5年以后再冲刺100万年薪，人家9年就已经攒了200万了。这么一比，他上那个985读研究生都是多余。如今5年节点已到，艾伦的月收入变成了4位数，扣掉社保和公积金，一个月到手只有6000多元。上海的生活成本不低，艾伦感到难以为继。你看看，金融民工完美的败给了这个真正的农民工，人家搬砖的。分析师的薪资与创收高度挂钩。艾伦告诉财经记者说，2021年下半年排名前50的券商佣金加起来，半年可以创收100个亿，但现在基本上是以前的1/3。说投行部门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在深圳某券商投行部门工作的林华对记者表示基本上年终奖没有了。金融行业的降薪现象大约已经持续了3年之久。以高薪闻名的2大券商中，中信证券人均年薪从2021年的94.7万下降至2024年的78万，中金公司从117万下降到64万，直接腰斩。在多数人眼中，金融仍是一个高薪行业，但身处其中的人却感受大为不同。行业正在改变，而变化会带来压力。那些曾经受过良好教育，站在打工薪酬金字塔尖的精英人士，和所有在经济下行中遭受冲击的劳动者一样，面对着降薪、裁员带来的生活断裂，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难以预测的年代，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职业生涯？这个实际上就多虑了，因为搬砖的收入不比他当什么券商分析师收入低，扛楼的收入比他他发到手只有6000吗？比6000要多啊。说人到中年我被裁员，如果文字有颜色，金融一定是最高饱和度的金色，闪光耀眼。他说但如今这层金色正在褪去，露出内里的斑驳。他说上学的时候知道金融行业很赚钱，就杀进来了。2009年丁茂大学毕业，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大厂的概念，金融是不少高校毕业生趋之若鹜的行业。说10几年摸爬滚打，在一级市场里，丁茂也过上过好日子。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又出现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以及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接着是2018年双创入选年度10大经济流行语。一时间，社会上浓厚的创业风气带动了投资市场。我也是2014年创业，那时正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时候房价每年都涨，招人也很火热，到处都缺人，投资公司多，市场上钱多，创业的人也多。在这样的环境下，丁茂开启了职业生涯头10年。这个和所有人预期那样，他完成了毕业、工作、升职加薪。他自称农村里出来的，在深圳一路打拼，最后丁茂的月薪达到了3万元，也就是跟搬砖高中生一样，经过过5关斩6将这么努力，最后月薪3万。一份体面的工作让丁茂在一线城市站稳了脚跟，但从2019年开始，他体验到过去从未有过的波动。最直接的信号是募资变难了，也就是他募不到钱了。我们这个行业钱就是子弹，没钱你干什么？一开始丁茂的月薪从3万降到了1万6，再后来他失业了，如今他待业已有2年，还没找到新工作。搬砖的收入比他最高的时候工资还高，他最高也就3万一个月，你搬砖很容易就到3万了。所以你看他没看这个报道，中年职业危机席卷着香港的金融人士，这又扯到香港了。香港难道不用搬砖吗？一样的也有砖可搬。所以跟这个35岁高中辍学的何先生比起来，这些金融白领、金融民工恐怕真的是连民工都不如，属于无病呻吟。今天又有媒体报道说996工作制或改变大脑结构，降低认知能力。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每年有超过80万人死于过度劳累。尽管人们非常了解加班的心理后果，但并不清楚如何影响大脑。
现在韩国延世大学和中国中央大学的科学家发现，这是韩国的，说长时间工作的人大脑部分结构会出现显著变化，与每周正常工作的人相比，每周工作超过52小时的大脑在执行功能和情绪调节相关区域发生显著变化，大脑额中中回体积增加了19%，这与注意力、工作记忆和语言处理等认知受损有关，导致容易忘记、情绪失控。科学家称，这项研究仅是一个小型观察性研究，无法确认因果关系，应该谨慎解释。但结果对于理解过度工作与大脑有着重要意义，强调减少996工作模式的必要性，保证职业健康。你看看这个自由大儒来辩经，996工作制改变大脑对身体不好，那还是搬砖好。搬砖既能赚钱，又能健康，体力劳动，扛楼也能锻炼身体，也能赚钱，还不会降低认知。我在想，搬砖扛楼本身它是不会降低认知，但是这种宣传确实降低了认知。按照网友说的，但这样的宣传越来越多的时候，恰恰说明经济形势不太好，就业越来越难。就业形势好的时候，不可能有这样的宣传。咱们上一个节目说了，牛马、寒门学子、996，现在越来越难，所以越来越关注身边不公平的现象，越来越关注董小姐、黄洋、甜甜，这么关注下去，那肯定迟早要出事。所以最好是搞点鸡汤给他们喝一喝，缓解一下，压压惊，让他们还是恢复到自我激励、自我鞭策，从自身找原因，而不要从外界找原因。学一学扛楼女，学一学搬砖男，多看一看这个励志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宣传也是越来越容易了。过去宣传还是你得养猪，养猪是个技术活，你的种南瓜也是技术活，收破烂也是技术活，你得跟人竞争。你这么一宣传，好多人觉得收破烂我又不会收，说养猪我也不会，我的养猪还不得掏钱吗？你总得先下本。你说到农村种南瓜，那还得包地呀，我上哪儿整地去？所以很多人不敢冒。还有这个摊煎饼，第一个也要技术，得学；第二个还城管，我一摊老来管我，所以很多人就对这个宣传不敢冒，还是有门槛。那现在的门槛是越来越低，搬砖你不要门槛，你有把子力气就行了，也不用下本钱。扛楼也一样，没本钱，本钱就是自己身体，是不是？你发现是不是越来越容易？只要你能喘气，你就能赚钱。只能说降智是越来越厉害，所以说来说去，这样的宣传越多，只能说明经济形势越来越差。大家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